错我一心爱无尽，道理红袂记，了我世事我代志，一切拢爱靠自己。第一段。哦，你用唱的安尼，迄个歌词敢听有？有哦，有要唱吼，啊歌词吼听无，啊都毋知影意思。哦，第一段意思是讲，初发心爱保持啦。哦，咱先阮哦，咱这个老师吼，第一就甲咱交代。哦，修办道初发心爱保持好条的。哦，道理毋通放袂记，毋通道理听听的拢安怎？拢平无讲事。哦，啊拢平无生活。哦，道理你哪会当定定记咧？啊，照道理去修去办去行去压，绝对保证。哦，人讲哦，咱会当当去西方极乐，哦，入去理天，回乡一步。哦，了脱生死是大代志。到这拄则我有讲哦，生死大事啊。哦，世间的代志拢小事，所以吼，要做为人做事啊，伊就讲，为求做本，不求有本。你看卖，人重点三点。哦，伊要做本呢，无要求啥呢？但是众生拢咧求啥呢？有无？安尼拜拜时就做这。安尼，哦，啊求敢求会来？你若无福无做功德，你敢求会来？你乱求嘛求会来？是不是？所以要改变命运，一切靠自己，修道靠自己。哦，安尼就会当改变。第二段，一天
差离开，当免吼，一拄着迄个疫情，大家有着这个疫情啊，大家就无方便，是安尼吼。所以呢，咱一工一工的过日子，岁月一工一工的过，青春嘛一工一工的消失。先不甲咱问，人生追求是啥物？各位，咱的人生追求是啥物物件？这是重点的。看出来讲凡夫俗子，感觉嘅差一堆。追求是啥物啊？在这各位拢是地位。咱拢注定来仙婚菩萨的迄个超越的地位，所以咱今日去讲一讲，无人其他看咧，伊遐咧冲动啦，袂营养特别跋筊啦，要创啊，所以我做一个无意义的代志，浪费时间做作业。但是咱大家安怎？虽然讲这个时间大家把握去听，但是呢，安尼一个早上就上，大家心灵上会当得到足充裕的迄个功能、价值甲地位，来这是咧充电的呢，人来充电的，心灵的充电，手机也敢来充电？对啊，有充电无电，无电就会当显出迄个作用。咱人嘛是呢，爱充迄个道理的滋润，安尼有讲的好食，人讲今仔日充电了，马上出去，伊佫一杯外哩，伊偌精神的呢，无呢，一工一工的过日子，学行呢，咱这去装卡，安尼去风尘也好，敢知影？看到咱的老一辈爸爸妈妈阿公阿妈，今仔日的天气安尼日头出来人讲翁仔某啊，朝朝出来门口埕一支啊，晒日头，看天，看人来去，安尼，到尾啊，迄个时间用伫对，伫遐咧等，还是等啥？咱后生所养的还是等待那么一天有代时啊做无人食老的做无代志做，就互咱的逐礼拜拢爱踮后壁了，看咱的做代志，看妈妈，虽然讲身体还健康。但是咱等于讲，看一个买一个物件等于，算做咧泡片。但是伊即个时间是啥？即马泡茶起来，当然运动了5点食早，食了呢，即马到毋知几点就开始看电视，电视看到11点就食中，中昼食了休困一下，爬起来，差不多12点外即马佫开始电视佫存着，去看电视，看到差不多4点外开始食暗顿7、8点就去困安尼。我发现妈妈记忆也错错，电视几点咧搬过一出，伊拢知影。我无咧看电视伊拢知影咧。即马一出转转咧，一边放药对不对？放药，即马全部一台咧做，一台做，我咧放药换一台，拢无停的啦，继续的咧。伊无拢是安尼，84岁，咱这年纪，所以咱若要趁少年，会行会走，目睭会紧，头有力，精神佫
爱提升风险。哦，所以呢，功力、德性，这拢就是为回天做主。第三个，要不第三个，修道修心为第一，讲话嘛爱真注意，一生奉献不提示。从这机缘好成就。这个老师而且都甲咱点，甲咱讲修道修心为第一。咱定听教授咧讲，修道修心，办道爱怎真心。拢就是心。所以呢，咱爱将这个修道修心甲放第一件。修咱的心其实要修就这个心爱修好势。咱读者教书，甲咱慈悲宣传，讲足这道理，无非就是针对咱这粒心。所以心会当上天庭，会当入地狱，将咱的恶心变成善心，安尼，咱恶心无？咱会出世伫欲道内底人道，就是还佫无圆满。迄个恶心，迄个是恶业，要存在啊。所以要出去做人，咱今仔日就是咧修社会。迄个学业将迄个业安怎消掉迄个是恶业，变成迄个实践啊。修心就是安尼。喺内底咱拢知影。我法度免讲。所以呢，咱修道放在底，办道嘛爱放在底，所以修办这两项绝对袂使。有人讲，修道就好啊，爱做办道啊，无用无干，我大条嘛咧修，有无？有啦，看电视嘛咧修啦，干嘛咧修？修道是针对你内在的世界，内在众生伫遐咧修咧，伫咧反省咧，伫咧忏悔咧，伫遐咧反观自照，你有法度修心咧。家己的心若无清楚，变了失败了。那个缺点不了解缺点在哪里，你怎么修？那个污点一对，你嘛唔知影要怎修。所以观照的功夫，咱是做爱安怎？你面对就可以。所以咱修道修心。第二就是讲话嘛爱真注意。写到道场有课，就是有是非。有是非是安怎产生是非咧？做些是非人事的是非，是安怎产生出来？敢会无张无弛？毋是，是人甲人的中间的沟通、讲话、举止、行动，表达出来，讲的话听落袂合，你的做法同我的做法无同，所以就产生了执着、执着到底，你才明白意思。安怎所以用坚持事情的例子，是非传来传去，所以
当中呢，就会产生足侪个足侪个代志。你是讲符合举个例子，你是讲这个班是清上以上，还是讲年终会就升相关，都差不多清考以上的人才就清单出来，安尼嘛。但是就是有迄个无清考的，就先来一班。这看好人才，伊嘛坚持家己完成。即摆迄个无清考的，就先来看好。有这看好人才呢，伊当然坚持家己的迄个原则。这班就是清考以上才能看。